羊贼！你，让你偷羊，不让你偷，不让你偷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这野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偷羊贼。哦，哎！你小狼崽子，你撒开！啊！你给我撒开！小狼崽子，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！住手！你们也太毒了！这么小的孩子，你们居然下狠手！怪这草原上贼人太多，你看看他，这么点大的孩子，比狼崽子还凶。贵人说的是，这小狼崽子一直在偷我们这边的羊。今年草荒，我们本来生的牛羊就不多了，他不仅偷，还带着狼群来咬伤我们的人。他才这么小，倘若做贼，那也是被逼的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他不懂人语。不怕，你别怕。孩子，不怕，好孩子，不怕。我把这只簪子给你们，把它交给我吧。月公主这个簪子能抵过你们10倍的损失呢，还不赶快收下？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哎，大伙都散了吧，快散了吧。你就是楚国的公主，王后的陪嫁。你是谁？在下秦国公子嬴华。原来是公子华，芈月有失恭敬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别怪子华多嘴。公主人兽不分，烂做好人了。公子睁眼看看清楚，这孩子到底是人还是兽？只怕是公子人兽不分吧。把他带到我帐篷里去。是。你饿吗？这里有热汤，还有烤饼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喝口汤吧。月公主，你们秦国的人来了，要带你回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别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姐姐，你可以叫我姐姐。听说你救了个小狼崽儿，还真挺像小狼的。你干嘛呀？你吓着他了。你怎么看上他了？他跟我弟弟一样大，我弟弟若是无人照顾，可能也会像他一样。你干嘛？哎，你放下他！放开他！你轻点儿。
什么呀？他说啊，他很聪明，通晓人的习性，应该是跟人一起长大的，只是这2年才混入狼群当中，跟狼一起生活。只要把他送回人群当中继续教养，他应该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。少司命保佑，可怜这孩子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给他起个名字吧。你说你怎么这么小就有白头发，简直像小狼一样。我叫你小狼好不好？别叫，他走了。你看，他走了。她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，她头也不回的就把你抛下了。她说她是你姐姐，我把你留下来，竟然连眼泪都没给。他在咸阳还有个弟弟。你只是一只狼，又不会说话，估计他见到他那个弟弟，很快就会把你忘了。姐姐，小冉，姐姐，回姑，小冉，姐姐，别哭，姐姐这不回来了吗？姐姐，这些日子你一起劝我，我和灰姑都好担心你啊，姐姐。别怕，姐姐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。月儿，姐姐，天可怜见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让你替我涉险，我真的过意不去。在那些粗俗的义渠人手中，你定是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多谢姐姐赎我回来。是大王派张仪赎你回来的，要谢就谢大王。大王若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，又能知道我是谁？我只谢姐姐便是。你我姐妹，我何时能见我弟弟？本王改主意了，我看你们姐弟还是先别见了。哦，义渠王这是何意？等我们这桩买卖真正谈妥之后，你们姐弟再见也不迟。大王，谢大王。谈判的人已经回来了，义渠人接受了全部归降条件。好，义渠人这次总算学乖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可以举杯庆贺了。是。魏将军，你姐姐很好，有空去看她一下吧。谢大王。让我们一起敬秦王！敬秦王！敬秦王！干！干！来，我们大家再敬秦王一个。敬秦王！敬秦王！敬秦王！干！干！草原上的酒果然不一般，寡人喜欢。芈月公主，这草原上的酒，秦王说了很不一般，难道你不想尝一口？芈月敬义渠王。请。芈月公主，
你果然是女中豪杰啊！秦王，刚才你说这草原上的酒很不一般。其实啊，我这草原上的女人也很不一般。不知秦王你是否喜欢啊？女子嗜酒，又不是酒，要看个人的口味。寡人就喜欢芈月这种口味。不知义渠君的草原上有没有同样的女子？世上谁人能有像秦王一样的好福气啊？好，为好福气，干杯！干！魏冉将军好酒呀！干！大王恕罪，芈月约了魏冉弟弟相见，去就来。去吧。为了大秦和义渠的盟约，义渠君来，我们再干一杯。好，请。姐姐，来，快起来。姐姐，这几年东征西讨，也没什么时间跟姐姐相处。皮将军，近来可好？啊，姐姐还拿我打趣。姐姐这是高兴。我已经有一大块封地了，所以以后不管姐姐有何事，小冉都能为姐姐遮风挡雨了。小冉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嘘！什么人？出来！怎么了？站住！姐姐，你是？姐姐，你是小狼？你还记得我？你真的是小狼？你都长这么大了。你干什么？姐姐，他是谁？他是小狼，是我弟弟。弟弟？姐姐，我不喜欢他。好了，来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弟弟，我们找地方说说话。姐姐，以前可从来没听你说过，你还有这么个弟弟。他是小狼，是我在义渠时认养的弟弟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他并不真的是你的弟弟。你才不是弟弟！多个弟弟有多好，小冉也多个兄弟。我当时以为可能会死在义渠。小冉，我想你，像魁姑，像荣帝。小狼的年纪比你还小，他也是孤苦无依。看到了他，我就像看到了你们似的。离开义渠时，我自身难保。小狼是和狼一起生活过的孩子，野性未驯，刚刚开始学画。义渠人不肯让我带上他。后来我也曾请求大王派人去义渠接他回秦国，义渠人又不肯把他还我。真没想到我们能够在这儿团聚，这义渠王还算是讲信用的。是义渠君。义渠王，义渠君，义渠王，你好了好了，别争了。小狼，你这么维护义渠王，看来
他待你不错。是不错，瘦的皮包骨，看来是没吃过饱饭吧？你倒是肥头大耳的，真是张腿肥的狼，是吃不到肉的。狼，小狼，笑死我！就你这种皮包骨的狼，我赤手空拳打你3个！来呀，来呀，来！哎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来啊！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！你们2个，别管他们，男人的交情都是靠打出来的。义渠王，月公主，从今日起，在下已经去除王后，以后请称我义渠君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也早不是什么楚国公主，而是秦王的王妃。你该叫我八子。我偏喜欢叫你公主。就你这脾气，我真没想到，你也会对谁俯首称臣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更何况做你的臣子，我心甘情愿。义渠君拿我说笑了。昨日见到你，我才知道，当初为了那点粮食放你回去，我真是够蠢的。听说义渠君娶了东陆公主，恭喜了。你别假惺惺的好吧？你知道我想娶的女人是谁？小狼身手不错，看来义渠君的确很照顾他。我要对你说声谢谢。我也没白照顾他。这些年，小狼替我打了不少胜仗，他是个勇士，是个有用之才。可他看上去这么瘦弱。哎，你别看他瘦弱，他吃的比谁都多，打起仗来比谁都狠。他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。我问过老吴原因，老吴反问我：“狼就是狼，你见过肥胖的狼吗？”老吴风趣得很。也许当初是在狼群里生活过的原因吧，我看他这辈子都胖不起来。但是啊，你别看他瘦弱，他的力气可比谁都大，多少个大汉都打不过他。哎，你看，好了，别打了，自家人使使身手就罢了。小冉，听姐姐话。没听见公主说的话吧？回来。小冉，当初亏得没让你跟公主回咸阳，要不然以你这狼脾气，不知道要惹出多少祸来。既然我们姐弟3人受义渠君之恩惠，有幸团聚，那义渠君能否好人做到底，将小狼还我？公主啊，你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从不做好人。小狼大了，腿在他身上，你留不住他。是吗？哼，小子，你不会真的是这么想的吧？狼就是狼，怎么养也养不熟。行，算是个人情吧。以后你想起来，还能念我个好。小狼，可以和姐姐哥哥回家了。谁是哥哥？他打不过我，再来啊！小冉比你大，该是你哥哥。他从小没叫过任何人哥哥，他得慢慢学。真是只狼。小冉，你是哥哥，要有度量。
哎，姐姐，也给他起个名字吧，别小郎小郎的叫着。倘若将来有一日，他跟我在军中立了军功，也得有名有姓，有个出处。小冉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在狼群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上挂了个铜牌，上面铸了一个“白”字，莫不是他的姓氏？白，姓白。对了，你姓里的确有一分支姓白。小郎，你真是注定要做我弟弟。姐姐说姓白好，就是好。白，叫白起，怎么样？我有名字了，我叫白起了，我叫白起了。这次收服了义渠人，你立了大功，要寡人怎么赏你？那就让老伯背一背芈月。小丫头，讨赏讨得无法无天。老伯不肯赏就算了。哎，好吧。哎，小丫头，那义渠君看你的神情有点古怪啊。如何古怪？像狼捡到了肉。即使是狼，他也要忌讳大王手中的利剑。你找到你那义渠的弟弟了吗？是，臣妾还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叫白起。好，那你打算怎么安置他？臣妾想让他跟着魏冉从军。好，血性男儿，罪我沙场。寡人喜见你的弟弟们都成为大秦的社稷之妻。多谢老伯。大王，没事。大王，你发烧了。大王有恶寒，舌边尖红，苔腻，脉象浮缓，身上有暗红的肿块，看来大王是被毒虫咬了。何种毒虫？应该是草原上特有的恙虫。我这就给大王开药，只要悉心调养几日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大王，咸阳来人急报，说齐国出兵攻打燕国，杀死了燕王哙，又将子之剁为肉酱，并与中山国相联手瓜分燕国，燕国大乱了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马上派人联络赵国、秦赵两国一起出兵，送孟宁和他儿子入燕。是。马上备驾，寡人即刻回宫。是。大王，你还病着呢。被小虫咬2口算什么？不疼不痒，还不如蚊蝇厉害。大王不可小觑那恙虫，若不及时诊治，后患无穷啊！你是寡人的太医令，跟寡人一同上路，寡人有你任意调理，可以高枕无忧了吧？大王，事急从权，寡人和司马错将军先走一步，这里的未尽之事就交给你了。大王，这样一来，是不是大公主孟莹很快就要走了？对，这也是她的机会。看来，你仗着给别人做针线为名，在城内干着鸡鸣狗盗的事情，已经不是1、2日了。哼，本官倒要好好的查一查，看看这蓟城城内到底有多少苦主招了你们的道。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们来自秦国，这位公子是你们燕王的舅舅，义后的亲弟弟公子季。
这位夫人是公子季的母亲，你们诬陷好人，这是对贵人大不敬。秦国的质子，哎呦，名头好大呀，吓死我了啊！你们若真是大王的至亲，又怎么会两手空空跑到这种贱者居住的西市来隐姓埋名啊？你若不信，可以找你们国相郭伟查证。你这个狡诈妇人，明知道我国相陪着大王和义后出宫了，你想借此机会拖延时间，好趁机逃脱是吧？哼，你们可真是机关算尽啊！来人，在，把他们都带下去。是。大胆！走。你身为主管刑狱之官，吃着朝廷俸禄，怎可无凭无据胡乱抓人，乱施淫威？本官说要抓，便抓了，你又能怎样啊？哎呀，这些当官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怎么专门啊欺负妇孺弱小。就是啊，既然你们都是秦国来的，就应该知道你们的商鞅之法，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本官更要对你们进行依法严查，都给我押走！本官还要沿街鸣锣示众，让满城的百姓都来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些秦国来的大盗是何等的嘴脸！来人，在，押下去！是，住手！子熙，既是秦国质子，要带走，须以行文向秦国交涉。你是何人？在下楚人黄歇。一个小小的世子，少在这多管闲事。身为朝廷命官，罗织罪状，污良为盗，这种闲事人人可管。这些黄金珠宝便是证据，本官可以随意找到不下10人，见证着老婆子昨日下午抱着2个匣子进了这个院子。既是赃物，谁又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捧在手上，穿街走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住处？难道这做贼的不怕别人知道他的行踪，打算广而告之吗？本官还有其他证据，那就把证据拿出来看看。你们刚才可否搜到了别的赃物啊？屋内还有一件貂皮衣裳，还不快去拿来！是。大人。哼，怎么办？果然可疑。你们这些人如乞丐般贫贱，哪里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衣裳？哼，人赃并获，都给我锁起来，先沿街示众，再带回公堂。本官要细细的查问。是。这婆婆做的事，我滚开！静儿，静儿，小孩子你也动手？静儿，放下看，还给我！去，静儿！公子，你敢动我宝啊！滚开！智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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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再敢乱动，就如同这贱妇一样，杀无数！都滚！大人，完了！让人杀！杀了这帮畜生！
威右丞在这继承也算是捅破了天。我看此地不宜久留，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出城。芈月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义渠君，你是怎么突然到了燕国？我听说你在燕国受人欺辱，我就立刻带着兄弟们过来了。没想到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义渠君豪侠仗义，扶危救困。今日若没有你们相助，我等定会身陷桎梏，备受凌辱。你我之间用不着客套。义渠君急公好义，请受皇歇一拜。黄公子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哦，死而复生。今日一见，黄公子也算是英雄好汉。糜夫人，今日闯下如此大祸，都是老身的错。婆婆不要责怪自己，那些贼人一心害人，剑却张罗。婆婆心善，免不了会中了他们的奸计。眼下朝廷马上会派人追捕我们，婆婆只好随我们一起出城，那才是上策。糜夫人，你们还是赶紧逃命吧。我在乡下有亲戚，我可以去躲一躲。就是珍嫂太可怜了。珍嫂，你醒醒！珍嫂，香儿，把这些给邻里乡亲，请他们好生发送珍嫂。是。继儿，母亲，珍嫂是个好母亲，她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孩儿一样看待。记着有一日要为她报仇雪恨。真是废物！你们带了那么多人马去，竟捉不住几个妇人，一个顽童。夫人应该知道，西市乃乌合之众云集之地，闵夫人凶蛮，又有楚人黄歇帮阵，后来又跳出来许多胡人，所以我……怎么胡人会搅和进去？小人也觉得奇怪，但是听他们的口音，看他们的做派，确实是胡人，绝对不会错。好个芈月，竟敢勾结胡人，聚众滋事，擅杀朝廷命官，光这些罪状，足够他掉好几次脑袋的。原先只是按照夫人的计谋，给他们安一个鼠头狗刀的罪名，当众着实羞辱一番，然后再把他们收到狱中慢慢折磨。可是谁成想，人没抓到，倒是把廷尉右丞的性命给搭进去了。死得好，你们大人死得其所，他用性命成全了那个贱人。夫人的意思是？我一直想寻求个一刀致命的法子，收拾那个贱人，但国相爷手上不肯染血。这下好了，那贱人犯了燕国刑律，砍头都太轻了，理当车裂之刑处，还有凿顶、抽泪、刨落、挖心。夫人，芈月跟公子季在蓟城犯了事儿，杀了人，必定会尽快想办法逃出城外。夫人，要抢在他们前面啊！对，你们快去！国相爷不在，蓟城出了这等大案，通知守城官兵立即关闭城门，全城搜捕人犯。是。关城门，快！快关城门！关城门！快！不许任何人进入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给我拦住！不能跑！一个都不能跑！
大人，国相府的一个侍女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国相夫人侍女灵儿，拜见苏先生。你找我何事啊？求先生就请过质子公子季母子一命。你说什么？公子季母子命在旦夕，灵儿知道先生豪侠仗义，曾对公子季母子雪中送炭。此事除了先生，灵儿无人可找。到底出了何事？有人诬告公子季母子偷盗，廷尉右丞带兵前去捉拿，与米夫人冲撞起来，两方兵刃相见，廷尉右丞糊里糊涂丢了性命。究竟是何人竟敢诬告秦国质子？是国相夫人。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吧！国相夫人与米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20多年恩怨纠缠。米夫人在燕国的种种困顿，都与国相夫人有关。那你为何不去找国相啊？国相陪着燕王义后出城了。事已至此，我又能如何？听说米夫人带着公子季已经逃出了蓟城，国相夫人私自拿了国相的令符，要调动军队全力追捕。国相夫人怎敢如此狂妄悖礼？她是不知道她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不但坏了国相的大事，更是乱了燕国的朝政啊！所以只求先生赶紧想办法。来人，大人，立即备马，我要出城。是。天就要黑了，前面有个草屋，应该是山中猎人打猎的时候住的，我们在那儿过夜吧。好，走。啊！啊！公子，吃吧，吃吧。皇公子请。让月儿先吃。喝口水，过水。这样。让二位见笑了。看到我和继儿如此不堪，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还要连累你们，和我们一起逃跑。什么连累？
要说这事儿就怪我。当初我要是拦着你，不让你来燕国，你跟孩子如今也就不用受这么大的罪了。这事儿怎么能怪义渠君呢？还是怪我，是我无能，不能保玉儿母子平安。哎，那就更怪不了你了。楚国千里迢迢，这事儿跟你八竿子打不着啊。那更不能怪你，那怪谁？怪我。是我命大。先是楚国的楚威后，又是秦王后芈姝，眼下再是燕国国相夫人芈因，他们都想置我于死地。所以啊，你岂止是命大，你这是胆子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芈月。我先是得罪了楚国，后又得罪了秦国，此刻再有燕国，我一个人一下子得罪了3个国家。你们居然还敢来找我帮我，你们胆子比我还大。彼此彼此。哎，别光你们俩看来看去的，也看看我呀。行，看你。母亲不用怕，就算有一日继儿和母亲把天下诸国都得罪了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果然，这里还有一个比我们胆子更大的。公子这不是胆子，这是抱负。假以时日，公子若有贤臣辅助，定能实现雄心壮志。是啊，继儿需要像张子和子歇这样的人才辅助才行。小子，你想得天下是吧？那得兵戈相向，兵戎相见。你得亲自带兵上战场去杀敌。像那种蜜里调油、光凭一张嘴的人，成不了大事。记住了啊！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继儿去睡觉吧。我还不想睡觉。听话，娘亲陪你去。走。怎么还没有睡啊？我睡不着。我也睡不着。你可能还没有听说，张仪死了。张子死了？怎么死的？他离开秦国回到魏国以后，不久就病逝了。这次见你，曾好几次想告诉你，可我想到你们情谊深厚。张子是魏国人，他从来不与外人提及此事，但我想，他心中是惦记家乡的。如此，好歹他能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永远不离开。扫帚星，嗨，那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说什么好看？哎，那边好看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切！临来燕国前，这是你弟弟公子荣给我的。蓉儿怎么样了？蓉儿现在处境艰难，楚王把他弄到云梦泽与夷狄交战，缺粮草无后援，只靠他带着将士们苦苦支撑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一心牵挂我的安危。
临来燕国之前，我想方设法和他见了一面。当时我们俩商量，如果你在燕国待不下去，就想办法回楚国吧，一切我们来安排。你们都不易。我没有什么不易的。王妾无家眷，无拖累，无牵无挂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是孑然一身？我也并非情愿形影自守，只是还没有寻到情投意合之人。何苦要委屈自己？有人能帮子歇知冷知暖便好。可我更想我的身边人知我懂我。是月儿夫人。咱俩说这个就客气了，更何况这些年你在秦国也不容易。秦王嬴驷，他对我很好。秦王盖世英雄，识得你，珍惜你。秦王高识远见，对芈月有知遇之恩。若没有秦王，芈月始终是个见识普通的小女子。跟着秦王，月儿才长大了。未遇见秦王之前，月儿只知看重儿女之情，白水见心，清澈如新。结识秦王之后，才知这世上还有另一种高岸深谷的情谊。高岸深谷，月儿说得好，秦王定是待月儿如父如兄，所以当日月儿才割舍不下。但也是从那日起，月儿便知，这天地间，我亏欠的最多的人，便是你。我希望月儿把秦国当成前生前世。从今往后，你是否愿意跟着我，重新再活一次？糜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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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母亲呢。母亲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3年前，我重伤后被唐夫人相救，伤好以后，唐夫人把我安排到了富阳宫。前些日子，魏夫人他们占了此处，我在这里做粗使，倒也没被他们认出来。偶然得知夫人来了，小的日夜盼望和您相见，只因把守太严，一直不得空。前日听说夫人病了，我没病，是魏夫人他们让人给我下了蛊。下蛊？他们怎么这般黑心啊？这可怎么好？前2个月，女医治出城采药被乱兵杀死了，不然他一定有办法。夫人，母亲拼了性命也要救你。这宫内外日日有人把守，恐怕你救不了我。何况那蛊虫害得我日日发作，一日比一日重，只怕来日不多了。不会，我去找人帮忙。我去，对，夫人的弟弟魏冉将军，我去找他。只可惜，我也不知道此时魏冉是在何处。看情形，我是凶多吉少。夫人。
你别说丧气的话，一定有办法救夫人的。我若出不去，你要想办法出去。把这东西交给雍大人。好，或者魏然。或许有一人，你可以去找他。那人是谁？在咸阳东市，他是姓梁的，皮毛上骨。他是义渠郡的人。好，夫人，我这就去。夫人，你自己保重。快去，不行，快去，快去。谁呀？给义渠郡的一封急信。好，快进来。咱们这次去岳阳，离咸阳不远。公子持正带着人跟王军他们打得热闹，等他们打累了，咱们再出手解决也有。也许有一日，我们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到咸阳城里面去逛逛。对了，听说了吗？你那个姐姐，岳公主也回咸阳了。真的？那得赶紧。赶紧什么？赶紧打探一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什么意思？樱树上的话。小子，记住了啊，少在我面前卖弄。大王！大王，咸阳城传来消息，何事？是岳公主。岳公主在咸阳城遭人谋害，危在旦夕。谁胆子这么大，敢动我喜欢的女人？姐姐有难。五位白起，我们几个先去咸阳。夫人，武王后，会后那边来人说带了书信，还要见你们。哼，米叔终于还是乱了阵脚。姑母，你说是见还是不见？让来人把书信留下，就说我跟武王后此时不便，就不见了。是。米叔肯定是听到风声了。他想立公子壮为王，又想让我们替他出头，哼，可惜呀，算盘打错了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从芈月那儿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拿到手。是啊，时间紧迫，转眼已经10日。看着芈月日日被这蛊虫啮食，精神已经恍惚，髌骨支离，可她还是咬着牙不肯就范。这个女人好狠啊！让她再狠个3、5日，到时候姑母想让她做什么，她都情愿了。
儿放了把火。烧得好，我们走，走。老吴，我姐姐究竟如何？老吴，你告诉我，月公主她怎么了？蛊毒？我知道她是被人下了蛊，可总有救的办法。过去我们的人中了蛊，你也用桃枝雄黄驱过蛊啊？不是，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你告诉我，你想想办法呀，老吴，你想想办法。你是说太晚了？他还能活多久？只有5日了。将军，龙大人，怎么样？据说米夫人被劫走时已经病得很重。不过，那夜袭击富阳宫的竟然是义渠王的人马，所以我想将军不必担心，既然是义渠军，不会对米夫人怀有恶意的。一定要搞清楚缘由，我得亲自去一趟。快去咸阳！秦国有大难！快去！秦国有大难！快去！不能看着不管！快去！快去！秦国！秦国有大难！贤臣，是我，你看看我，我是小狼啊！他怎么了？他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？他现在谁都不认识了。可是他在跟人说话呀！他在跟他自己说话。秦国，快去！秦国，老吴，老吴，起来！说，有什么办法才能救我姐姐？说，不说，不说杀了你！快说！不管有什么办法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哪怕用我的命，我姐姐的命。什么？什么？可以用我的命换姐姐的命？行，赶快用我的命换姐姐的命，来动手吧，快！是我吗？是不是？那究竟是谁啊，老吴？是谁？你告诉我是谁？是谁能救我姐姐的命？你说呀！
若是有办法能救月公主，众人自然不会推诿。可是，一命换一命的事，老吴也没有把握。他说过，如果蛊虫不肯，即使强行施法，他也无法请出来呀。大王，这样反而害了月公主。那为的是，既然老吴说那个蛊虫挑剔的很，他一定会选中。反正不是你。大王，我虎威难道是贪生怕死之人吗？可老吴一旦施法，那蛊虫真的应了，他害起人来极其凶狠。那万一选中了谁？不是谁，那个人一定是我们部族里的男人，而且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。大王，这正是我担心的事。这些人里也包括大王，这万一是大王，我们可连驱蛊的解药都没有啊！如果那个蛊虫选中我，就说明这个蛊虫有眼力，就说明我跟月公主有缘分。大王，那月公主只是一匹克马，你可是草原的领头骏马，你不应该为了她一个人去送命。她不是别人，大王，她是我喜欢的女人。去吧。蛊虫，你看我年轻力壮的，你来害我，不要害你夫人了。
轮到我了吧？别人都行，唯独大王你不行，你不能冒这个险呐！不可呀，大王！不可呀！为何呀？大王，我的命就不是命啊！大王，你别忘了，这个古冲挑剔的很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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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！大王，不可呀，大王！给我，让我抓吧。如果我抓到了，那就是我的命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觉得我会抓到，还是因为我注定会抓到？那就少废话，拿过来。我的部族百姓能做你们的大王，我知足了，大王。老吴，我的运气不错，你安排吧。听得见吗？你真的听不见？你一点都听不见吗？那帮家伙把你害惨了。姐姐，你放心，等他们落到我的手里，我一
定抽了他们的筋，扒了他们的皮。我要把他们的骨头都敲碎了喂狗，然后把他们的眼珠子一个一个挖出来，然后把他们的手和脚都剁了，然后把他们的肉煮成汤。那种汤喝不得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小狼弟弟啊，姐姐，你看看我，我是你的小狼弟弟啊。你不是小狼，你是白起。对，姐姐说的对，我是白起，我不是小狼弟弟，我是白起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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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，老吴呢？老吴这个老东西死哪儿去了？老吴哪儿去了？他把蛊虫引到大王身上，就撒手不管了。他想眼睁睁看着大王去死吗？将军息怒了。老吴为了救义旗军的性命，已经去想办法了。他想什么办法呀？快呀！老吴和将军一样着急。听说这蛊虫换人附体后已经疯狂，必须在12个时辰内把蛊虫杀死。哎，快！你告诉我，你知道怎样杀死那蛊虫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像是说，要把昨晚那个汤锅里的汤水，加上雄黄、蒜子、菖蒲，用桃汁燃火，一直烧，待那汤锅烧干了，那蛊虫就死了。啊？那既然如此，咱动手吧。对呀。就是桃汁，来，快！将军，啊！将军还是等老吴回来，再动手不迟啊！等什么呀？你别看大王痛苦难忍吗？早一点杀死那蛊虫，早一点解救大王。不跟你说了，咱们动手。对，来，走。姐姐在找什么？姐姐原有一只簪子，该是在木心那儿吧？是这只吗？木心见到我的时候，把它交给了我。此物件，在别人手里无甚大用，在我这儿，却是如同性命一般。姐姐若要是喜欢的话，弟弟下次出去给你弄个10只8只的，然后送给你。我被人下蛊，无医药可治，只有等死，怎会一夜之间就虎口残生了？是老吴，老吴用巫术救了你。过去见老吴蹦蹦跳跳的，只以为他是拿来唬人的，谁料竟有回天之力。姐姐这次若没有大王，总之，姐姐是幸运的。毒蛊阴损，防不胜防。儿时我在楚国，楚地有一种用花放蛊的巫蛊，叫秦蛊。此花以养蛊女子的血肉培植，3月开花，极其艳丽。养蛊者采下蛊花做成秦蛊，养蛊女子会在自己钟情的男人身上下蛊，中蛊者不得再思恋其他女子，否则蛊虫就会啃食他的心，叫他痛楚难忍。这种情蛊没有解药吗？解药便是那养蛊女子的性命。养蛊女子若解了情人身上的巫蛊，那她自己也活不成了。养蛊者一定是用情之神，以命饲蛊，蛊方能成。故此秦蛊世间罕见。姐姐，大王中蛊了。你这是
为什么康复的这么快吗？才刚过了几个时辰，是义渠王用命救了你。姐姐中蛊太深了，本是无药可治的。可是老吴想出了用以命换命的办法，可是那蛊虫却偏偏在众多人中选中了大王。你说以命换命，如何换命？老吴施法，让大王把蛊虫引到了自己身上。蛊虫到了义渠君身上，那义渠君岂不性命攸关？他此刻在哪？在老吴的帐篷里。你带我去，我要去看他。姐姐，你病没好。姐姐，姐姐，继续下头吃，让你嚣张横行，放在我虎威手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将军，义渠君好像情绪不好，定是那蛊虫在作怪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快，国家头师把我收忘了！看你蛊虫厉害，还是我虎威厉害？对，得烧死你，烧死你，烧死你！义渠君，义渠君，义渠君！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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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，大王？老吴，义渠君怎么突然不好了？要正午，为何要等到正午才能点火？快，早点火早收拾那蛊虫，如何不好？将军，老吴说什么了？完了！点火早了，大王的阳气不足，非但没有烧死那蛊虫，反而害了大王。是我害了大王，老吴，怎么办？老吴，怎么办呀？是我害了大王，你让那蛊虫来找我，我替大王偿命，老吴，我求你了，老吴，我求你了，大王，老吴。大王醒了，大王，不怪你，大王，大王，木西，义渠君怎么样？夫人，老吴本来有法子杀死蛊虫，救义渠君性命的，但因为我们在正午前点了炉火，没伤到蛊虫，反而害了义渠君。义渠君眼看不行了。义渠君，是我。芈月在这儿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是我见过最不怕死的男子，你不怕死，你更该活。你想想，你还有多少事情未了，怎么能撒手而去呢？义渠君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定的，幸好你能留下。什么命定的？我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也就那么多了。我说过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不许你走，我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义渠君，义渠君。
说过我是你的女人，你还委屈我，如何让我做你的女人？啊！一句句。你是说我要当活人？你做我的女人？芈月当众发誓，只要大王闯过这一关，我就是你的女人。你听到了吗？说话算数，做我的女人。算数，一句句。一句句，一句句。老五是正午了吗？快看看，快看看！大王是正午了，是正午了，大王是正午了。莲花，我今日要跟他拼了，非他即我，性命交给你们了。好，老吴，点火！老吴，快点火！快，点头去，走，快！一句句，你放心，玉儿就在这陪你。老吴，